学姐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大小姐。你啊，怎么突然就从美国消失了？还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呢。哎呀，我好好一个大。 去哪看？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学姐，你脚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。之前我的脚不是骨折了吗？骨折？你脚怎么会骨折呢？我跟我男朋友复合，结果就被当初把他抢走的那个女生给推下楼去了。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会那么坏？ 自己没本事留住男人，做出这种事，丢！啊，算了，反正我的脚伤也好了，林天也回到我的身边，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再追究了。对不起哦。哎呀，神经啊！对不起什么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这件事还真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那个男人爱上我，是这个男人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他把我男朋友抢走了。 要不是林天，他放不下我，每天给我打电话、发电邮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我们之间做了多少不道德的事儿。天哪，那这个女人是有多坏啊！唉，可是平心而论，她还真漂亮。她是个名媛，我想你可能认识她吧？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夏婉晴。听说啊。 他还很喜欢跟那种名流公子扯上关系，是不是那个华朗集团夏正朗的女儿？你认识啊？哦，他最近缠上的可是我哥哎！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特别讨厌他。是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讲这些人了，我们还是去那边逛一逛吧。嗯，好，走。太太，您看的这2件物品呢，是我们小店的精品。这老珊瑚胸针是东洋的手工，如今的师傅可做不到这手工。看得出来是有年份的东西。您再看这白玉观音，它雕工多好，线条很简约，是去年拍卖会上的货，我们的熟客寄卖在这儿的。脸相真的好庄严，老人家见了一定高兴。 那您考虑一下，是要哪一件，或者2件都要，我给您最优惠的价格。啊，我想给朋友打个电话商量一下。不着急，您慢慢选。好。喂。 纪云，凤仪啊，打给我什么事啊？你很少在上班的时候打给我的。当然是有决定不了的事情，想请你这个乔董给点意见嘛，方便讲几句话吗？什么事？说吧。我在给妈挑寿诞的礼物，选来选去，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好。我头一次进家门，怕选的不合意，惹妈不高兴了。你觉得妈会喜欢白玉观音还是老珊瑚胸针啊？喂，纪云。这样吧，你喜欢的话，2件都买吧。什么叫2个都要？你就真的那么不爱选择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如果妈百寿元的话，到时候
你挑一件送给他。要是不摆寿宴的话，到时候2件都送给你。纪云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他老人家最近闹情绪，妈这次寿宴的事呢，也未必确定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凤仪，我是怕，万一妈不摆大寿的话，你白费了心思。你不是说是你妈想摆大寿，还让来雪跟我一起去的吗？你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妈呢是想让燕萍去参加她的大寿。原来还是因为那个女人，她不是疯了吗？凤仪，你别这样，你要知道，我当然想让你们去了，但是我怕，万一在寿宴上那个女人闹起来，你跟雪儿会有危险。你妈宁肯见一个疯子，也不愿意见我们母女俩，是吗？凤仪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给你时间，我都给你20年的时间了。当年是他生生拆散的我们，我来凤仪有什么错呀？我来凤仪有什么错？当初我们相爱在先，为什么我一直就不能见光啊？就因为我不是你妈选的媳妇儿，所以一辈子都不能得到她的认同。她看不上我，就算了。可是来雪是你们乔家的亲骨肉、亲孙女，难道她对自己的亲孙女也那么绝情吗？凤仪，不要哭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就算我妈怎么对你，我的心都在你这边。这样吧，妈的寿宴我带你一起去，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我们就一起走，好吗？真难为乔董你，两边撒谎，说好话，到头来却两边树敌。就这样吧，你忙工作吧，我先挂了。上次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还买礼物？哦，对了，见未来婆婆是要有礼貌一点。谢谢啊。别客气。明娇，你来了。乔总，你们来了，请进。金帆来了。李医生，我妈这2天情况怎么样？自从上一次乔老太和夏小姐来看她以后，你妈妈心情一直很好啊。谢谢。妈，你看谁来看你了？哎，过来和妈说话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妈，明娇跟你说话呢，听到了吗？这个是明娇买给您的礼物。明娇，你来啦！你给妈妈买的什么妈妈都喜欢。你这些日子怎么没来看妈妈？呀，你都好久好久没来看妈了。我每天还天天等着我的女儿呢。我之前出差了，我在外地。你跟你爸一样，这么强的事业心。哎，妈要给你织个毛衣，你来了，我给你选织毛衣的颜色啊。好啊，那我让我同事帮我选吧，他品味比我好多了。啊，他，哎，
他是谁呀？是你同事吗？去跟妈说几句吧。没事的。我没心情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不如你们3个聊，我出去好不好？好。喂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谁要你装好人了？这是我家，这些都是我的家人。明娇，我以为你只会抢别人的男朋友呢，连别人一个疯了的妈咪都要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又没有说错，她就是坏女人，表面上装好人，背地里使手段，活该男朋友又被别人抢回去了吧？闭嘴！我不闭嘴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让你闭嘴！跟人家道歉，快道歉！为什么要我道歉啊？她就是坏女人。道歉！她欺负明娇，她才是坏女人，赶她出去！出去！妈，她是坏女人，赶她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我讨厌你！喂，快道歉，快点！我不道歉，她连我都认错了。快跟妈道歉，快点道歉，快点！我不道歉。哥，为了这个女人，你也来欺负我是吧？你听好了，除了靳远，我不会认别人是我哥的女朋友的。你知不知道靳远是谁啊？不是我哥的未婚妻吗？看来他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告诉你啊！坏女人！血压、脉搏没什么大问题，都挺好。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，啊？我知道了。妈，别生气啊。刚才明娇不是故意的。举云，你说什么呢？明娇不是在这儿呢吗？我给你们弹钢琴听。这是我妈最喜欢的钢琴曲，这是当年她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跳的第一支舞。喂，创，明娇刚从我妈别墅走出去，你帮我去看看她吧。明娇不会有事吧？没事。一个自己可以一个人在非洲、在印度闯荡8年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有事呢？走吧。静远是明娇的同学，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。那年她17，我21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两家父母都反对，我就带着她去私奔。她爸知道之后，就开车出来找她。
结果就发生了意外，他爸死了。静媛一直觉得他爸的死是他害的，他无法原谅自己，也无法原谅我，所以我们之后就再也没见过。就因为这样，明娇失去了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子。